后来就惊这个非洲猪仔伫台湾来探开，桃园的警方针对着渔港的餐厅加强临检甲宣导，结果是查到非法的失联的渔港，佮发现桃园路的渔港餐厅违反这个防疫的规定，举办超过100人的宴会。我这有今天如果有更多人订座了。现场负责人呢？加出来。啊，我。你是负责人。楼上这边还有大概50几个，如果有空的人可以上来一下，帮我盘查一下。这个铁门一个拍开，就发现内底的人是坐甲目睭睭。面对着警方的询问，头家娘就真紧张安尼警方是接到通报，讲有失联的渔工伫咧桃园路某一间渔港餐厅咧参加着宴会，马上就去查看。有一半的人看到警察上门，随就走去伫楼顶米，当然是米无路，拢总互砍起来。现场是查到失联的渔工3个，超过期限的拘留者1个，也佫有一个是偷渡客。这个餐厅总共有102个人伫遐咧聚会，明显违反着防疫规定，将依法来罚款。